不起眼的角落，我看着人来人往，我慢动作，你就背对坐在我这方向3点钟、4点钟、5点钟、6点钟。我点了一杯饮料给你，他的名字叫做塔克拉波。我想和你碰碰。我猜想你可能是在等待你的那一个谁呀？男朋友、女朋友，还是刚认识的朋友？突然间，你甩甩头，露出半个侧脸，瞬间让我好难过。长得像我安狗，它是一朵花，我竟然还有没有我的妈！如果现在我身上有100 AK， 我真的很想送你回老家。它是一朵花，我只看到我 ，Oh my God！ 咱们还是保持营养吧，你等你来个生日，我还是乖乖看我的老子吧。哎呦喂，那西罗瓦罗马的雅恩，哎呦咦，哎呦咦，坐在不起眼的角落，我看着人来人往，慢动作，你就背对坐在我这方向3点钟、4点钟、5点钟、6点钟。我点了一杯饮料给你，他的名字叫做塔克拉波。我想和你碰碰。我猜想你可能是在等待你的那个谁呀？男朋友、女朋友，还是刚认识的朋友？突然间，你甩甩头，露出半个侧脸，瞬间让我好难过。1、2、3，你长得像我安可不会 ？1、2、3，长得像我安可。月开是一朵花，我竟然还有没有我的妈！如果现在我身上有100 AK， 我真的很想送你回老家。月开是一朵花，我竟看到我 ，Oh my God！ 咱们还是保持营养吧，你等你来个谁，我还是乖乖看我的帽子梦。你长得像我安可。如果现在我身上有100，我真的很想。它是一朵花，我只看到我 ，Oh my God！ 咱们还是保持营养吧，你等你来个谁，我还是乖乖看我的帽子吧。我有，我有，I said it，我有，我有，one more，我有。感谢。坐在不起眼的角落，我原本以为今天心情还不错。Baby sorry，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，因为你长得像我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马斯卡，很高兴今天在这边给你们唱歌。重要的是，垃圾不要忘记带走哦。